哎呀，麻婆，我好暈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張立同中醫師，今日講一講眩暈呢個問題。中醫上面啊，眩暈係分開兩個字嘅，眩就即係眼花，暈就好似如坐車船咁樣晃下晃下，或者一個天旋地轉嘅感覺。咁眩暈咧喺西醫學上嚟講叫做耳水不平衡。咁佢點樣形成？最主要係耳裏面嘅平衡器受外間任何嘅東西影響得到，從而產生咗一個錯誤嘅信號俾個腦。咁個腦咧就發生咗個天旋地轉嘅感覺，甚至就直頭會嘔添嘅。其實耳水不平衡咧形成嘅原因包括咗有三大種類。第一個咧就係感染到病毒，病毒感染咗我哋耳神經。第二個咧就係叫微里埃氏症。第三個咧就係一個耳石症。咁而佢哋嘅分別咧好簡單，耳石症以瞓低暈，甚至眼會震盪為一個主要嘅症狀，而微里埃氏症咧就係好似平時行下行下突然間暈咁嘅情況。當然啦，感染就會發生一啲一系列嘅感染症狀啊，耳仔會脹痛啊、發燒啊，甚至會有啲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啊。但係咧實際形成眩暈呢個症狀咧，仲有好多原因嘅，譬如係頸椎病、低血壓、血糖低啊等等都會嘅，即係話俾我哋聽啊，佢只係一個症狀，並不是一個真正嘅發病嘅原因。喺臨床上面啊，我亦都見到啲病人咧嚟求診嘅時候，佢以為自己係頸椎病，而發生眩暈，想揾我正骨。咁但係實際上我檢查咗之後，頸冇事喎。咁咩事咧？感冒，處方啲中藥俾佢解決咗佢感冒之後咧，眩暈嘅問題亦都解決咗啦。有啲人咧就以為自己感冒，即係因為佢無端端有一日就暈啦。咁我一檢查唔係噃，朋友，你冇感冒噃，一檢查頸椎，你頸椎歪咗噃。咁啊同佢進行一個正骨嘅治療之後，咁就好咗啦。咁亦都有患者咧一個複雜性嘅問題嚟嘅，佢需要咩咧？正骨又要，中藥又要，針灸又要，因為佢肌肉發生非常之繃緊嘅問題。咁啊佢壓到啲神經，從而導致頸椎病嘅發生，同時佢又感冒咗。三者同時發生，唯有多方面佢幫佢治療，即係話俾大家聽咧，症狀嘅發生往往個成因可以好多，最好就揾翻你相熟嘅中醫師或者治療師去進行一個診斷，先進行治療啦。